欢迎收听9月24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倩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以斯拉记的第7章重建圣殿 2.0， 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彼得前书2章9节。但是你们是蒙拣选的种族，是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他辉煌的光明，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是蒙拣选的种族，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的子民吗？有一位6岁的小男孩，他对此深信不疑哦。而且他在他6岁的时候出了一本童书，叫《怀亚特与圣殿者的大冒险》。没错，他的名字就叫做怀亚特。在他6岁小年纪当中，却经历了上帝很不一样的带领。他在他的经验里面，他把他出了一本童书，而这本童书就记载着他感受到上帝在他生命中那独一无二的创造和拣选上，如何祝福他，使他能够感受到小孩子其实也能做大事，而且上帝创造每个孩子真的都很不一样，都很特别。在那独特的创造跟特别里面，上帝让他经历源源不绝的灵感和生活所需的平静。弟兄姐妹，你也在上帝对你独一无二的创造中看见这样的平静，感受这样的灵感吗？其实这个小男孩之所以会写这样的大冒险，是因为他罹患了多指症。大家数一数自己有几根手指头呢？应该都是10根吧，但是他跟大家不一样，他有12根手指头。在他5岁以前，他没有办法拿笔好好的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然而到6岁的时候，他经历开刀，他经历这个过程，他看见他能够以他不同于别人的经验来见证这位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今天我们读到的第7章，新的世代展开了，延续着他们聚集在那里建殿之后守逾越节。过了好多年之后，第7章一开始这样说：好些年后，亚达薛西做波斯皇帝时，以斯拉从巴比伦回来。在这段经文当中，第7章以斯拉记中，这个以斯拉终于出现了。而他出现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经历上帝特别拣选的人哦。第7章一开始就一路描述了整整5节的篇幅，在讲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也就是这个祭司家族的后代。他自己身为一个文士，在现代中文译本叫做饱学之士。为什么呢？因为他精通上主以色列颁布给摩西的法律。而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世代的这个存在，其实是要透过他的生命，真的是成为那个时代极大的祝福。特别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的背景是所谓的2次归回，也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后，第一次归回是在80年前，也就是以斯拉的来到耶路撒冷的80年前，所罗巴伯带了第一批大约5万人的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在那里几经波折下，终于能够重建圣殿。而这重建圣殿是因着古列王，也就是塞鲁士王，他被上帝感动。我们看见上帝真是运筹帷幄的上帝，他也真是成就万事的上帝。而当我们愿意参与在这样的计划当中，我们愿意积极努力，也愿意委身忠心的时候，神真的是使用你我与众不同的生命，特别拣选的生命，在我们身处的时代成为那个世代的祝福。而以斯拉呢，就成为了这样的角色，
而且这样的角色非常重要的是，当他们建殿完，我说今天的标题叫做重建圣殿 2.0 哦，真的是 2.0， 因为我们不只是要建造那看得见的硬体，更重要是在那看得见的硬体，这些软体，这些人，这些器材，这些行政组织，这些表达的方式，才是真正让人来经历上帝的一个管道跟祝福。而圣殿好像是一个指标在那里，让人看到我们要去到那里而已。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在他的话语里面来看见每一个人，我们其实就是那个圣殿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其实我们看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好像重建圣殿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时候，但我们知道吗？再不过多久，等到尼希米城墙也建好之后，再过没多久，其实他们的圣殿又会2次的毁坏。所以到了新约的世代，耶稣才告诉我们，我们要敬拜的不是在那个山上，不是在哪一个地方，而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敬拜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抓到那个与众不同、特别拣选，要活出上帝呼召使命的生命？今天的以斯拉在这一段经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存在，因为当他们2次归回，他们是第一次啊，但是以整个以色列群体来说，他们是第2次，就第2批人。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人数没有第一次回去的多，可是这些人都是一些非常关键的角色。这群人包括了祭司、利未人、圣殿歌手、圣殿守卫和工人。这代表着圣殿被盖起来，它真的不只是一个建筑物，更重要的是它有没有活出这圣殿的呼召跟使命。透过这些人，关键人物，让圣殿真的是成为圣殿，成为一个敬拜上帝，成为一个回应上帝，成为一个活出上帝心意的地方。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非常的感谢神，透过当时的王亚达薛西皇帝，他知道这个以斯拉精通以色列上帝的律法，而且一生遵行，专心在这件事上，所以他特别恩待，让以斯拉可以使用在当时这个波斯帝国他们的资源，来去献祭，来去让这个圣殿的辉煌和美丽更加的发达。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真的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到了27节、28节的时候，以斯拉自己说，愿上主我们的祖先的上帝受赞美，他使皇帝自愿以这方式让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得尊荣。上帝的恩典使我赢得皇帝他的参谋们和一切有权势的官员们的赞助。上主我的上帝赐给我勇气，使我能招聚很多以色列宗族的领袖跟我一道回去。感谢主，在我们当中，他在每一个世代兴起关键人物。我们会想，是不是要有好的出身，是不是要有好的背景，是不是要有好的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才能够成为那个祝福的管道？其实不只是这样，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有参与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在我们那些缺乏跟限制里面，你相信有上帝他独特的计划和心意吗？可能我们这个人在我们的原生家庭出生之后，我们就是那 1.0 计划。但是当我们遇见上帝，我们认识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心意，就好像以斯拉他一生都在专心寻求上帝对他的心意，以及对以色列这些族群甚至是列国列邦的心意的时候，那 2.0 计划就展开了。不只是那个圣殿的建筑，还有圣殿他活出圣殿的使命。而如今的你我，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透过我们，神的心意要来让人看到，要来与人分享，要来见证他的荣耀。
上帝使用列国列邦，使用过去，使用现在，使用未来的每一个他创造独一无二的人，来活出那美好的心意跟计划。你相信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如此有盼望的话语在你所记载的圣经当中。主，你透过历世历代的这些遵行你话语，寻求你心意，更是活出你对他们独特命定的人，让我们如今也一起来经历这样的祝福。主，我们也要说，这样的祝福不仅是停留在过去，更是在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身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好像以斯拉他来到耶路撒冷一样，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但也是一个有重量的时刻，因为我们不仅领受这样的一个权柄跟呼召，我们更是要活出这样的责任，这样的承担，帮助我们在寻求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明白，也让我们的心因为在你的计划里面而喜乐，因为在你的计划里面有真实的平静，因为在你的计划里面也有源源不绝的灵感，好叫主你的殿，也就是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所在的这个信仰群体，我们所在的教堂，我们所在的教会，主啊，都要荣耀你的名。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看见以斯拉的生命真的是很令人羡慕，但是神也让你我的生命令人羡慕，因为他独特的计划和心意已经在你生命当中。那我们开启 2.0 计划吧。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